恁，伊讲人我甲你讲，人伊是小讲口误啦，讲唔对，讲做八股啦。今仔日为什么你会这么啊生气？你讲一个嘛。因为我是七股出身的。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你吐这个大气，你吐这个长的大气，三口气。你是安怎？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因为最近因为海草打这个物件。这个议题最近安尼砰，开始要公道啊。嘿，因为连叔叔拢已经达到标准分啊。嘿啊，开始有一寡大家开始动作，所以要开一寡说明会、记者会，让大家来了解这个议题啊。是。不过这不是咱今日要讲的主题，主要是安怎？议题弹出来了。就有一个政治人物，叫做赵少康。赵少康啊，伊就讲吼，伊提出一个想法，就是能源的高速公路。伊要起一条能源高速公路。这个能源的高速公路吼，伊讲啊，会当为新北市的北里开始到台南的北股。哎呀，气死人哦！我讲。我先补充一下，伊讲的这条就是西滨61线快速道路，但是你今日气啥？气啥？北股观众朋友，北股。我知，我知你的气。台南的北股。好啦，我知你的气啥？因为这个西滨快速道路，伊的起点是新北市的北里，这无唔对。但是伊的终点呢是台南的七股。哎呦，你讲。我甲你讲，人伊是小讲口误啦，讲唔对，讲做八股啦。今仔日为什么你会这么啊生气？你讲一个嘛。因为我是七股出身的。我知啦。我就是台南七股人，你搁讲八股。你是台南七股的主题。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爱拜田头，你唔知哦？好啦。台湾人知影台湾的地名。人只不过是甲一个七股讲做八股，小讲讲唔对。我同你碰想到这个。我也袂爽，因为咱小编甲我讲，我要摕出七股主题气势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因为甲你的故乡讲唔对，所以你爱演出着七股主题气势。平心来讲，一开始拄着这种状况吼，我会做生气的。不过即摆我已经惯势啊。我大家讲吼，我是七股人啊。大家讲七股，唔是啦，是台南七股啦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你可能你发音无正确。我自细汉讲到大汉的七股，我搁会讲唔对，迄是听的人耳孔有。好啦，拢别人唔对，拢你对啦。讲到七股，大家的叶欢迎，算袂歹啊。嘛是有人讲吼，是盐山迄个所在吼。盐山七股盐山足出名的，为北甲南，大家拢知影七股有盐山，这是我唯一感觉欢喜的一个所在。好啦，不过我搁讲倒转来呢，这个新北市有5股对无？新北市有5股。你台南有7股对无？台南有7股。伊甲7股讲做8股对无？真正有8股这个所在。有8股这个所在。嘿啊。8股伫搭？伫个苗栗的32，伊附近有一个木雕的泡舞馆。迄个所在旧地名就叫做北股。其实吼，伫新竹的香山区，佫有一个北股沟，伊经过北股顶厝仔坑，足侪股啊。安尼，我较好奇的是安尼啦。为什么吼，咱会互这个旧地名为股这个字？因为股这个物件吼，其实是以早清朝时代，迄个时阵吼，足侪人来台湾咧开垦。对。咧开垦的时阵，这个股代表就是讲有几个人做伙开垦这个土地。这个土地分做几股来开垦？对。这个7股就是7个人来开垦。5股就是5个人，3股就是3个人。所以真侪旧地号名有这个股这字就是安尼来。合作开垦这个所在。大家公分嘛。对。简单就叫这个地区叫做7股、5股、3股。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分。九份。这个九份咱上知。新北市的九份迄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。为什么叫做九份咧？其实股。是差不多意思，伊嘛是讲吼，有几个人做伙合股来开垦这个所在。对，讲新北市瑞丰的九份早期拢种啥？樟脑。当地有90口的
上路灶是90口，对。啊10口灶是1分，啊甲分做9分，所以当地就叫做9分呐。所以这个新北市的9分那是安尼来的。是啦，是。除了咱刚才讲的古跟分以外，佫有一个价这个物件，就跟土地大小伊的外扩有一寡关系。譬如讲台南市的六甲，啊，另外台中有一个真出名的大甲，但是大甲这个所在就无完全甲土地范围有关系啦。是。听讲是甲当地这个原住民嘛吼，有小可有关系。是。啊，即咱就莫搁讲到迄边去啊，是啦，伤远啊，咱就莫讲我迄边去啊。佫有另外一个，跟土地大小有关系，就是张，啊无咱会讲张犁嘛，譬如讲台北，有一个6张犁，对，伫大安区遐，啊上山区嘛有一个3张犁，是，啊咱1张犁，就代表5甲地。哦，所以你讲这个土地大小，这个张犁比甲佫较大。是啊，安尼就对啦。是啊，所以咱讲这4个，咱常常听到，就是这土地名、地号名，这个讲法由来。拢是为早期咱的先人来咱台湾开垦的时阵，偌侪人分公家啦，对啦，啊变这个大小啦，是啦，安尼甲号迄个地名就对啦，系啦。所以跟历史做有关系。对啊。啊，过来除了这，你会记哩无？咱有讲的什么7道8道？哎呦对，7道8道啊。啊，我记来遐有啥物几吉乡有无？哦，够多啦。哦，这嘛真趣味啊！是啊。我感觉吼，有足侪人吼，因为听到这地名的时阵，可能拢做有兴趣。对。譬如讲吼，阮兜叫七股，阮细汉的时阵，国小的时阵啊，阮老师都有出一个题目，为叫阮去探讨为虾米阮这个地名要叫七股啊？为虾米阮学校遐佫有一个学区叫做德桥。啊，为什么竹桥会叫做德桥？为什么会叫做德桥咧？就是会叫大家去探讨，去问你的时大人啊、阿公阿妈啊，去问啊去做这个作业这样。我感觉你这个老师很伟大。哎呀，我这个老师是我国小的时阵上感谢一个。因为伊教育咱的囡仔爱了解咱的土地，了解咱的家乡。是。啊，你对咱的土地啊家乡才会有感情啊。是，所以这个地名关系着你出世的所在，啊无就是咱做一个历史渊源的一个。起源呐，起源这个物件，所以大家有兴趣，咱今仔讲出这个议题，大家有兴趣吼，拢会咱去探讨。啊，你有啥物意见，啥物想法？啊，你想要知影啥物物件？你拢当留一寡话同阮讲。对啦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咱台语一年等是一粒经济啦。是。啊，咱来讲这个话题，甲拼出去，你嘛会当啊那定金开花，啊，就靠大家来好分享啊。对啊。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关注咱的台语真冷冻，拜拜。啊，讲到遮尔侪股，其实吼，你讲到7股内底，佫有一个3股啊。哦。佫有一个3股啊。因为阮7股，我住伫二合里，边仔佫有一个三股里。哦。哎，对。安尼咱就佫遮尔侪股。还佫有哦。啊，遮尔侪股，足侪股的啊。嘿，朋友，台语真冷冻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每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冷冻，互你台语愈讲愈冷冻，耶！